而家睇緊嘅係，你睇緊嘅係，而家睇緊係，你而家睇緊嘅係一起走過的日子。Action！有 Don't Go， 原來係捉人服兵役啊！咪住，點解咁似宇宙最強嘅甄子丹嘅？哦，原來係樹人甄子丹。王女，歡迎你加入。哈哈，服兵役其實係指國家徵召國民入伍做兵。喺台灣，男性只需滿19歲，而且身體健康冇殘疾咧，就需要強制咁接受兵役噶啦。我要打10個。唉，入到軍隊裏面唔係話你打10個啊10個噶。9990。入伍之後仲要接受嚴格嘅體能同埋紀律訓練噶嘛。9990。9990。雖然服兵役咧就充滿汗水同埋淚水，但係得到回報嘅。每年嘅3月1號就係台灣兵役節，喺嗰一日，當地嘅部門咧就會頒獎讚揚表現傑出嘅軍人。最傑出軍人獎，王女。唔記得咗講，香港係唔使服兵役嘅添。我努力迎合你，只配做犧牲品，引爆若一。